南音之光唱秋台南演唱会，10月12日暗时7点，将伫咧永华市政中心西平广场举行，将会邀请到台南之光2002金曲歌王蛋堡、台语歌后曹雅文登来故乡演唱。另外，还有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动力火车、严艺格、陈零九、邱锋泽等人气歌手再来精彩演出。10月10号呢，邀请了金曲歌王跟金曲歌后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一线的优质的唱片不是一线优质的这个工作者、艺文工作者，能够来这个台南表演。那我们这些唱将呢，都是最棒的，而且他们很多都是台南的子弟，我相信一定可以让台南乡亲还有外地的好朋友一起来耳目一新，而且徜徉在五都的音乐会中。台语歌后曹雅文嘛特别伫宣传记者会上献唱一曲。回来台南表演，我非常非常开心，因为我自己是台南当地人。然后呢，我就除了可以顺便回一下家之外，然后还可以在这边这块这么优质，然后很有文化气息的土地上，在这么重要的节日来唱歌表演，其实我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荣幸。希望大家当天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啊！那个防护措施要做好哦，这个很重要哈。这很重要。其实不止12日暗时的唱秋台南演唱会，举办迈入第10届台南艺术节，今年也以记忆回声为主题，规划回望时空，意义生动，意气佳应3大单元。自10月8日起到11月14日，伫台南各区演出，其中8日到9日暗时7点半，伫永华市政中心西平广场嘛有演出，运用现代舞台效果，结合艺阵的演出，非常的特别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再停留一下哈。